最近也出现东南亚移工感染到武汉肺炎的事件，也逼出移工管理问题。就移工团体认为讲，移工入境检疫通过了后，暂时由医管中心安排宿舍，不过所在环境是真歹。伊也认为讲，政府就爱好好处理，袂当甲责任撒予企业甲移工。 相片内底几十个移工客做伙，根本无可能维持社交距离。移工要去头家道，也是去工厂进前，搁有一个暂时等待拘留的阶段。想袂到宿舍的环境竟然是安尼。It's very dirty. It's very crowded, and then there's a lot of Indonesian. Vietnamese, Philippine, it's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. And the toilet is very dirty. There's a lot of. Are the men and women together? Together. 冇有经验的移工就形容，这种环境那亲像难民营，想我教的人，甚至只会当伫边仔徛规暗。移工的艰苦无得讲。我们知道这一次确诊这个案例，它很可能是有出来之后，有可能经由这样的空间。那这样的空间，当然它根本没有任何的社交距离。 所以有可能会跟其他移工确实是有可能造成传染，是有这个风险的。可是这个责任不在移工，我们真的要劳动部要检讨，要监督这样的一个环境。 其实过去就有移工因为宿舍环境歹，向实际的食品工厂抗议的事件，嘛有路团提出过去，移工所写的册内底嘛有写大空间无任何的设备，这个问题的出现已经真久啊。这个医管中心，就我们所知，这些人就是去机场，主要的工作就是去机场接人，把他们带去那个健检中心做健检。那这样的过程根本就是仲介服务的延伸，为什么劳动部不能管，没有责任管？ 不应该管呢。劳动团体表示，移工入境拢靠中介公司做安排，中介公司伫劳动部无法度管理情况之下，外包予医管公司。这个过程若是有防疫的空隙，这个责任算啥人的？政府应该好好思考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